今年是蛇年，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足惊蛇，甚至看到蛇特别甲拍死有误解。有退休的教授就专门来开课，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蛇的特性，知影要安怎去分辨毒蛇，拄到蛇佮要安怎处理，希望会当建立人甲蛇之间友善斗阵的环境。 伫徛街附近看到蛇会互人惊，想要拍死，还是家赶走。台东县去年有800多件蛇走入民家厝，民众通报，请猎蛇大队处理案件。大部分都是在民宅，然后我们去年统计过，捕捉到比较多的蛇是那个眼镜蛇跟蓝蛇。 蛇真正遐尔可怕，爱所在退休教授杜明忠，伊是国内有名的蛇类专家。伊讲，其实蛇更较惊人，袂主动攻击人，防拍着惊才会咬人。好像随时要咬人，然后看到它甚至好像要过来追人。对，那个完全都是错的，那就是我们很多自己想啊。所以当你真正接触，你实际去了解以后，你就啊，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 杜明忠为着互民众唔通误解蛇，伊伫台东市郊开蛇教室，用科普的方式，互中小学的学童甲一般民众来遮听伊讲蛇的故事。伊用收容900只无毒的蛇，甲学童甲蛇相处的技巧，希望自细汉开始，甲学童正确的蛇知识，唔通过度惊蛇，建立人蛇友善相处的环境。台湾还是有6大毒蛇啊，那个就千万都不能碰啊！你看它现在比较活泼，有没有？ 它就会一直动，然后一直吐蛇信，不敢怎么样？不敢挂在脖子。现在敢挂了。我上次来就不敢试了，这次还是不敢。这个很正常，因为小孩子如果他没有被吓，他其实是不会怕的。好，那我们大人通常从小就被吓大的，所以怕蛇的比例就非常高。 杜明忠的蛇教室已经办过900场的环境教育，透过课程解说。 民众会当分辨有毒甲无毒的蛇，搁较互民众摸蛇，认识大部分的蛇其实无遐尔可怕。伊讲，其实多数的蛇是鸟鼠天敌，鸟鼠身上有汉他病毒，人类防感染若严重会无命。蛇食鸟鼠，颠倒实体，人类斗相共。老鼠药是用不完，就是而且要花很多钱，结果是一个没有效的方法。那最有效、最长远的就是我就接受蛇。 尤其是没有毒的蛇，比如说蓝蛇啊这些，它或者这个臭青公啊，这些它都会吃老鼠。杜明忠强调，看到蛇唔免伤紧张，佮较唔免着急要将伊拍死。因伫徛街附近其实有守护环境的作用，毋过伫徛街，尤其是房间内，只要就门窗关好势，都会当避免因走入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